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新北市的议员林炳佑伫美国甲这个庆海的网红来合作，针对着咱国军的防弹帮来做测试，测试的结果讲真惊人哦，讲样样要通过。不过专家来表示，防弹帮的性能应该由实验室设定的批量来测试，安尼才较有参考的价值。若国防部是来回应讲，国军现行的防弹帮，不管伫美国或者是国内，拢有验证通过，而且防弹帮是属于管制军品，这网红哪会摕到咧？国防部讲要来追究着法律的责任。中部青单新北市议员林炳佑甲庆海 YouTube 合作测验防弹帮的性能。制造厂是军备局205厂。那制造日期是109年，那一定是在效期之内。好像有摕到公发的防弹帮 YouTube 分别用 SCAR 国产 T91加 AK473个步枪，用5.56 mm 加7.62 mm 的枪支配合低枪管来做测试，结果真惊人。后面是就是防弹衣是皮是整个爆嘛，然后防弹板的皮也爆，板子是没有穿的，这是凹陷，差不多是我一个指节的深度。目前国军采用标准是2001年所公布的落落的这个程度，袂使超过44 mm， 不过这已经是超过20当前的标准啊。国军宣称他们的板子没有问题，其实主要可能是因为它的 NIJ 标准是比较旧的，那如果按照新的版本的话，可能就是不及格。产品它是用批量抽测的方式，不是用少数的1、2片。来做这个测试，因为这误差值会差异很大。国防部是表示讲，军备局205厂做的防弹帮，伫105年送到美国实验室认证合格了后，国内测试中心嘛完成认证，并且表示讲，防弹帮是属于管制军用品，若是查证属实，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